宜兰县学校厨房师傅的薪水是真歹，所以人拢来去。宜兰县的教师职业工会嘅人数要求县政府爱处理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各县市的财政状况无同，薪水当然有差。县政府是认为讲，中央应该爱定出统一的标准。 这伫灶骹煮食面的人，塞餐车负责学生的饮食是校方内底重要任务。毋过伫宜兰县，拢只有领基本薪水，而且无界别制度。有人做食10年，也咧领同款的月薪。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即个月政府要改善因的薪资福利，毋过无得到县府这样的回应，就发起联署。 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将联署书交予县政府教育处长，因认为县政府就算去年已经将有编辑中餐证照的督工月薪调整做2万8，也是明显比其他县市较差，会造成流动率悬，无法度留住专业人才，恐也影响囡仔饮食安全。很多学校的妇幼厨工都流失率非常的高。 因为他现在可能去早餐店，或者他工作性质、时间长短相同，可是相对他的薪资相对是高的，所以流动率一直是很多公立妇幼的校长们他们很担心的一个部分。 有1170人联署，诉求县政府应该优先建立公立妇幼督工进行考核制度，将有证照的起薪调做每个月32448块，现在是甚至比基本薪水高出2000。有关于薪资待遇的部分，我们都接受外界这样的一个意见。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上面，我们会跟中央来做反映？是不是有？ 关于全国一致性的标准部分，我们来做一个研究。县政府回应，全国各县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无同，因提供的督工薪水也较无同，应该比较老师者的工作，由中央定出比基本工资较悬的统一规定，县府会向中央反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